晚上呀？我晚上不吃饭。您看起来兴致不是很高啊。本以为来到这里就能直接开局，可是没有想到3个位置都是空的。你是说天海的3大集团？你在云总裁身边，是做顾问更厉害，还是做丈夫更厉害？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啊。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每个人坐上一个位置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你是先做总裁的丈夫，再做他的助理，还是先做他的助理，再做他的丈夫呢？都不是，我是先因为别的事和他结婚，然后才做了顾问。听起来好像是真话。您别取笑我啊。取笑？我没那个意思。我从来不收违心的话。做生意不收违心的话，是不是很难啊？不啊，我只说他们该听的实话，就是这样。你是我在天海遇到第一个有意思的人，陪我喝点酒吧。你酒量可真好。早点休息吧。喂，喂，马姬，你好赖让我给你去放风啊！我说了来，那你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再说你那边不是没有事做？你家里又是文件又是资料的，我也不会分析啊。那你就去帮段飞。斯特里那边派了一个不好对付的女人过来，她一个人搞不定。这我帮不了，又是男女的事儿，又是公事的，不行。那你就先去那个房间，把窃听器和监视器先安上，别的再说。行了，先不说了，我要找个地方休息了。你等一下，你什么时候动手啊？大概明天中午吧。啊，那你一定注意安全。实在不行，我明天早上去找你。行了，先歇着吧。王芒，过来。你走快点行吗？我问你啊，你会不会装窃听器？你是一个笨海盗啊！戴总裁，戴总裁，你起来了吗？
戴总裁，戴总裁，戴总裁，你在吗？喂，魏世东，戴总裁不见了。不见了。刚才9点多，他还没下来吃早饭，我就敲了一次门，他就不在。我现在刚进了屋，发现他早走了。他应该是和其他集团的人去接洽了。我们怎么办呀？你先回来吧。现在戴娜在天海的活动已经跟红顶没有关系了。没关系。他应该会凭自己的判断力重新选择合作伙伴。我们要重新竞争。好吧，那我先回集团。您好，魏总。你是？你收到过我的邮件，我说过我会来找你。你是斯特林集团的总裁？魏总，你不请我坐下吗？实在是失礼，请坐。您好，二位，您需要喝点什么？你想要喝点什么？随意。来2杯红茶，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没想到在这儿见到您了，您为什么不约在集团见面呢？今天在这里，如果是我自己想跟天浪集团的总裁聊聊，不知道您愿不愿意？您今天的话，不代表集团。魏总，听说您最近在布局天浪集团的转型，接受了几笔融资。几个小股东的态度很强硬，不得已。那您的股份被稀释了不少吧？连绝对多数的股权都可以放得下，我看得出您对转型的决心。但是，方法呢？如果斯特林集团想要打开天海的电商市场，天浪倒是很乐意以这条路作为转型的主线。我可什么都没有说啊。在天海，红鼎集团是最强的，电子商务红鼎集团也走在前面。我想换做任何一个人，都会选择跟红鼎合作吧。那么我问您，如果您是天浪集团的总裁，您觉得天浪的方向在哪里？一个半死不活，只能靠融资来维持的集团，又有什么方向可言呢？以前也有一个集团，在同等的竞争者中算是弱者，缺乏核心竞争力，但是它的家底在娱乐行业，产业结构轻缓，换血和重组容易。这样一个集团，对于我们斯特林来说，容易控制，所以给了他们一个机会。后来，他们果然打败了所有的竞争者。最后被斯特林收购，
现在的市值是以前的20倍。魏总，听完这个故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更感兴趣的？我只想问戴总一个问题：斯特林给了他什么样的援助？他想开战，投资人就自己出来了，跟斯特林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明白了。好了，魏总，我就不打扰您了。戴总，您觉得那个被收购集团的总裁是英明还是无能呢？英明还是无能，关乎于他对自己的评价。您觉得呢？喂，老大，我发现一件事儿，情况怎么样？不算好。巨人集团的数据保护手段，根本就不像是商界的手段。还有闭路网络保存的数据，有加密，到现在我也没办法解读。你找到什么呀？宋兰珍之前在巨轮集团的职务是市场部专员，最后的记录是离职，既不是辞职，也不是开除，而是暂停职位。还有呢？还有巨人集团之前1年都没有任何大的业务活动，但是经他手运作的资金规模，我只能说大的可怕。有多大呀？从上个月开始，外流的资金数额，把梦莲买下来可能有点困难，但是收购大半个天了。建筑问题。马姐，你先解读数据，有突破性进展再找我。我明白了。那你要怎么处理宋兰珍？她现在是很可疑，但是我没有抓到他的把柄。顾不了那么多，你先查。